再来看台北市松山区的富安公园最近要翻新，有民众就发现讲公园处准备要撤掉77丛的树仔。今仔甲护树团体开记者会，公园处表示讲，因为这个树仔拢有病，有真侪拢会倒去，嘛去缀着路边的车甲厝。公园处是表示讲，针对民众的诉求，因会过来评估。打破黑箱，公开透明。大声喊口号，希望台北市府卖错树仔将还作业。台北市富安公园附近的居民甲护树团体支持举行记者会，原因是台北市府要进行富安公园的景观改善工程，所以错公园内外77丛树仔改进脚步，不少居民认为这不合理。这里的树种都刚好全部都是榕树。他要提出一个，我们就以结果论，怎么会刚好这里45棵就100%，然后这里0%？我们质疑为什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这边污染源很多很多，我们更比其他的地方更需要这些树，所以我们一定要，如果说真的有问题，他们一定要检测的非常完整。居民认为，当地附近有汽车修理业松山机场，所以这个有200丛树仔的公园，伫台北市是真少看到，用作为调节弯枪的浓度。有针对这些树木来做树木风险评估的部分。那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因为这边也是河根病的热区在近半年来，我们已经有发现10几棵河根病，年累月，然后都发生倒塌现象。结果那个公园处他们有来现场来检测过，证实都是褐根病。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尤其更严重，一颗一颗的倒下来，压到车子，砸到人家的房子。不过公园处考虑经过专家的评估，认为树仔已经病真严重，而且附近车路一边的树仔发歪去已经真侪摆倒去，地害车甲厝。李长也表示，确实有部分居民希望改善这情形，公园处会去进行会勘，搁做全面的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